睇咗近期咁多報紙雜誌嘅專訪同電台節目，發覺嚴明熙依家嘅內心世界其實幾複雜。佢正經歷緊人生一個大震盪，由以前好似溫室小花咁俾人保護，變到依家要自己攞起個舵去行自己嘅路。以下係用心理角度去睇佢依家嘅情況，同埋一封寫俾佢嘅真心信。嚴明熙心理透視嗰份撐得太辛苦嘅堅強。依家嘅 Gigi 其實係處於一種高功能應激狀態，即係表面好專業，乜都搞得掂，但其實內裏神經繃得好緊。魔鬼天使嘅自我審查，Gigi 腦入面成日有天使同魔鬼打交，其實係佢內在嗰個超我對自己太過嚴苛，就算係感冒導致表演唔穩定，佢都會覺得自己係藉口而唔肯原諒自己。呢種冒名頂替症候群，令佢覺得自己嘅成功未必同實力對等，所以先要用200%嘅努力去壓榨自己，想攞返份安全感。全天候待命導致失眠，佢由星夢攞冠軍開始已經有失眠問題，經歷過沉澱期，到依家自己開工作室。冇咗大公司做護蔭，大腦就進入咗過度覺醒狀態，唔單止要顧創意、顧行政，仲要面對外界潑冷水嘅質疑。就算身體已經好攰，個腦都好似熄唔到機咁，因為佢潛意識覺得自己絕對唔可以輸。熟人做團隊嘅防禦機制，佢堅持要叫熟人或者屋企人合作，係因為佢驚同其他人唔熟。呢樣反映咗之前嘅合約紛爭對佢造成咗心理創傷。佢依家需要嘅未必係最勁嘅合夥人，而係一個可以俾佢心理覺得絕對安全嘅避風港。想做音樂護士嘅心理補償，佢想做音樂護士或者樹窿，係將對做護士嘅媽咪嘅崇拜轉化做自我價值。透過治愈人哋，佢其實係喺潛意識入面轉化做緊自我療愈。將演藝圈嗰種焦慮轉化做正能量。給芝芝的真心話，放低嚴老闆嘅盔甲，做返黃嘉欣。親愛的芝芝嚴明熙，最近睇咗你嘅訪問，聽埋你首新歌《風裏》，見到你就算面對咁多潑冷水嘅聲浪，都仲係咁硬淨去做工作室，自己揀歌，自己執造型，真係覺得你好勇敢。但聽到你話瞓唔到完美嘅一覺，甚至要靠發夢先知自己瞓過，我真係好想好似朋友咁同你慢慢傾下。第一，關於你最困擾嘅瞓覺問題。Gigi， 你試咗咁多方法都瞓唔到，係因為你將休息當成咗另一份要攞滿分嘅功課。你個腦太想執好晒工作室啲碎事，驚做漏嘢，驚辜負咗團隊對你嘅期望。我想勸你，瞓覺係唔可以靠努力去爭取嘅。你嘅心結係唔放過自己。當魔鬼鬧你，攞病做藉口，你試下同佢講：我係人，我病咗，做得唔完美係正常生理現象。呢份唔完美先至係最真實嘅我。你要先對自己心理特性接受自己可以軟弱，大腦先至肯放過你，幫你斷電。第二，你唔係情緒廢物處理廠，你只係個20歲嘅女仔。你想做音樂護士，做大家嘅樹窿，呢份心真係好純真。但係 Gigi， 一個護士如果自己都失血過多，體力透支，係救唔到人㗎。我想勸你，你依家最需要照顧嘅係嗰個喺深夜驚到要靠晾起對腳，分唔清夢定醒嘅小女孩。學識心理自私，唔好乜嘢負評同壓力都裝入心，先至係對粉絲最長遠嘅負責。你唔係要救全世界，你首先要救返自己嘅睡眠。第三，關於你嘅邏輯同自信，你話好驚講嘢人哋聽唔明，所以拼命解釋，甚至覺得上台扮自信。但你知唔知大家最中意你嘅就係嗰種唔安排你出牌，有少少火星但係極之真誠嘅頻率。我想勸你，聽唔明你嘅人係因為佢哋嘅頻率唔夠你高，唔係你嘅錯。唔好再戰鬥式咁去梳理邏輯，試下擁抱你嘅直覺。既然你喺風裏入面可以咁主動去創作，
就相信自己嘅藝術觸覺。音樂已經講咗好多你講唔出口嘅嘢，相信音樂，亦相信那個雖然會驚，但依然肯踏出一步嘅自己。最後想同你講聲辛苦晒，20歲就要面對合約紛爭、雪藏，仲要自己一腳踢開工作室，真係唔容易。你話要學鄭秀文咁有線條，見到你喺 MV 入面浸水、吊威亞都要做到最好，呢份韌力真係好值得敬佩。我想勸你，強大唔代表唔准失敗，強大係代表就算失足，我都依然識得愛自己。你唔欠任何人一個炎明熹，你只係欠黃嘉欣一個自由同一個好夢。祝福你今晚可以咩都唔諗，感受下被鋪嘅溫度。魔鬼收工，天使放假，你就舒舒服服、無拘無束咁瞓一個好覺。加油！你對隱形嘅翅膀一直都喺度。